要看那边，要看那边，举手那位好，让我们恭喜第32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寻人启事。也到美国 Voice Jam 拿到美国 Voice Jam 的冠军，然后还有 Vocal Asia Festival 亚洲杯的冠军。对，是，这是第一张专辑。对，第一张专辑可以获得这么多的喜爱，然后获得评审团的肯定，真的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谢，而且也让我们听到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你们应该是金曲奖第一个阿卡贝拉团吧？对不对？我们的前辈就是欧开合唱团，他们也获得过最佳演唱组合，过一次，是。对，那今天刚刚拿下这个奖项，是每个人心情应该都不太一样吧？哈。对，在台下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紧张，非常紧张。就是我自己是真的非常，现在手还在稍微还在有点在抖，对不对？就是因为我觉得阿卡贝拉其实是一个在台湾算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音乐，然后一直以来其实有非常多的阿卡团啊、阿卡人不断在这个圈子里面耕耘。那这次能够获得评审们的肯定，我觉得是对所有阿卡团、台湾的阿卡团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尤其是以一个全创作的阿卡贝拉专辑入围，然后又得奖，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大家，然后也希望说未来金曲奖能够有更多元的音乐风格、音乐类型能够进到这个殿堂。来，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他一直在躲，就往后躲起来了。哦，没有，我只想要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前天在厕所的时候就看到一只金色的蟑螂，然后就全身是金色的，然后就是它的就是很金，然后我就说啊有蟑螂，然后可是我就端详它，想说是金色的，然后我妈妈就冲进厕所说要打那只蟑螂，我说不行，等一下那是金色的，搞不好它就是金曲奖。你用蟑螂比喻金曲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是，它是金色的，这是一个 sign， 可能他看到的是咖啡色，但是他眼睛心里想的都是金色的，也是对，所以我等下回去就要养它。别这样吧，好可怕！